大家好，我係 Emily，歡迎你收睇英國生活快報。今日係1月8號，一齊了解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同天氣。禽流感殺到歐洲，英國急封關禁入口，雞鴨鵝全面受限，超市會唔會缺貨？水費狂加，污水照排，泰晤士水務竟派250萬獎金，民怨爆煲被逼急停，電動車自己喐奪命，英國法庭狠批司機講法，專家逐點拆解 EV 致命真相，黑冰殺到，校巴集體失控，翻落溝渠，極地寒潮襲英國，學童受傷震撼全國，川普再放狂言要攞走格陵蘭。英國內閣急關注英美關係而暗湧，遣返包機臨飛前急停。英國難民政策一進一出，首航觸礁，法律戰全面開打。今日英國大部分地區以寒冷多雲天氣為主，北部、中部同較高地區仍然受冷空氣影響，局部會出現雨夾雪、霜凍甚至黑冰情況。氣溫方面日間氣溫普遍介乎2至6度，南部同倫敦一帶稍為高少少，而北英格蘭同蘇格蘭部分地區氣溫明顯偏低，夜晚氣溫就會跌到0至2度㗎，郊區同高地有機會落到零下。風力與體感溫度今日風速屬於中等偏強，沿岸橋面同空曠地方陣風較大，令到體感溫度比實際低1至2度。受風暴 Storm Gerrit 外圍增強風場影響，全英多地風速普遍有風力吹拂，部分地區更可見陣風加強。注意清晨同夜晚路面結冰風險高，行人、駕駛人士同接送學童嘅家長要特別小心。出門前記得留意即時天氣警告。禽流感殺到歐洲，英國急封關禁入口，雞鴨鵝全面受限，超市會唔會缺貨？英國食品安全再出新警報，因應歐洲多地爆發高致病性禽流感，英國政府已經緊急禁止從法國以及英國部分受影響地區進口禽肉同相關禽類產品。根據 FEHD 公佈資料，有關措施係基於最新動物疫情風險評估，目標只有一個，防止受感染禽類流入食物鏈。官方數據顯示，近期歐洲多國錄得數十宗禽流感確診農場，涉及雞、火雞、鴨等家禽，部分病毒株屬 H5 系列高風險類型。英國食安部門就強調，市面上合法進口同埋本地供應嘅禽肉仍然屬於安全可食用，而禁令只係針對特定疫區來源嘅，並非全面禁止所有歐洲禽肉㗎。不過業界就警告，若果疫情持續擴散，供應鏈或受影響，部分禽肉價格可能短期波動。政府呼籲市民只購買來源清楚嘅禽肉，徹底煮熟，無需恐慌性囤貨。水費狂加，污水照排，泰晤士水務竟派250萬獎金，民怨爆煲，被逼急停。英國最大水務公司之一 Thames Water 近日宣布暫停向高層發放高達250萬英鎊嘅留任獎金。點解會突然急剎車？根據 Sky News 同 The Independent 報導，公司正深陷嚴重財務危機，同時亦都面對前所未有嘅公眾壓力。數據顯示，泰晤士水務負債超過140億英鎊，過去1年多次被揭發向河流排放未經處理污水，客戶水費卻持續上升，引發全國性不滿。喺呢個情況下，公司原本仍計劃向高層派發巨額留人獎金，被外界狠批為失責管理下嘅自肥行為。英國監管機構同多名國會議員亦都公開表態，未解決污染問題，未穩定財務狀況就唔應該有任何高層獎金。最終泰晤士水務被迫讓步，宣布暫停發放相關獎金，但同時強調仍需要留住管理層維持營運。一句講晒，當市民為水費同污染埋單，高層卻想攞獎金，民意一定會反彈。電動車自己喐奪命，英國法庭狠批司機講法，專家逐點拆解 EV 致命真相。英國一宗奪命車禍案件入邊，一名男童不幸身亡，涉事司機喺法庭上辯稱，電動車係自動移動，唔係人為操作造成悲劇。不過法庭完全唔接納呢個說法。根據 Sky News 報導，多名汽車安全專家同工程顧問作供指出，現代電動車設有幾重安全系統，包括就話喺需要人為操作先可啟動啦。
鬆開剎車會自動鎖定，車門未關好時，系統一般唔會前行㗎。專家直言，自動移動並非合理解釋，更唔符合現行 EV 設計邏輯。有行業數據指出，喺英國道路事故調查中，超過90%涉及車輛移動嘅意外，最終都同人為操作有關，而非系統失靈。咁法官最終裁定啦，司機需對事件負上法律責任，電動車技術唔可以成為推卸責任嘅藉口。呢宗案件亦向全社會發出警號：科技再先進，駕駛責任仍然喺人身上。黑冰殺到，校巴集體失控翻落溝渠，極地寒潮襲英國，學童受傷震撼全國。英國多個地區近日出現黑冰路況，導致最少2架校巴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其中1架更係直接衝落路邊溝渠。根據 Sky News 報導，事故造成至少9名學童受傷，另外亦都有成人需要送院治理。好彩暫時未有生命危險報告。而 The Guardian 進一步指出，今次事故同風暴 Goretti 帶嚟嘅極地寒潮有直接關係。黑冰最大問題係肉眼幾乎睇唔到，路面表面似乾，其實已結冰。車輛一剎車就會即時失控。英國交通安全部門過往數據顯示，每逢嚴重結冰天氣，道路意外風險可以暴增超過40%，而校巴、貨車同大型車輛風險最高。目前英國氣象部已向多個地區發出黃色及橙色冰雪警告，呼籲學校重新評估接送安排，家長避免非必要出行。呢單事故再次提醒大家，冬天最危險嘅往往唔係大雪，而係你睇唔到嘅黑冰。川普再放狂言，要攞走格陵蘭，英國內閣急關注英美關係現暗湧。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近日再次公開提出美國應該奪取格陵蘭，令英國政府內部高度關注英美關係走向。根據 The Guardian 報導，英國內閣已就事件進行討論，擔心相關言論會影響北約穩定同北極地區安全。格陵蘭屬於丹麥自治領土，但地理位置極具戰略價值。佔地超過216萬平方公里，蘊藏大量稀土資源，對北極航道同軍事部署非常關鍵。報道指出，英國外交大臣 Yvette Cooper 因拒絕公開批評川普言論，正面臨國會同黨內要求表態嘅政治壓力。有國際研究指出，隨住北極冰層加速融化，全球30%未開採，天然氣資源可能集中喺北極圈，令大國角力越演越烈。分析認為，呢番言論唔單止係選舉策略，更可能牽動英美、歐盟同北約之間嘅微妙平衡。一句講晒，格陵蘭唔只係一塊冰地，而係新世代地緣政治嘅核心戰場。遣返包機臨飛前急停，英國難民政策一進一出，首航觸礁，法律戰全面開打。英國移民政策就出現重大變數，英國政府原定安排2026年首架庇護申請者遣返包機，竟然喺起飛前最後一刻被迫取消。根據 The Guardian 報導，呢班包機本身屬於政府推行嘅一進一出難民安置計劃，即係每遣返一名非法入境人士，就會合法接收一名真正有需要嘅難民。但係計劃未正式啟動呢，就已經遭遇強烈法律挑戰。多個人權組織緊急入稟法院，指遣返安排可能違反國際難民公約。人權法中免受不人道對待條款，個別申請人仍然未完成法律程序。數據顯示，英國目前仍然有超過17萬宗庇護申請積壓，而單2025年，政府就花咗超過30億英鎊用於難民住宿同臨時安置。內政部原本希望透過包機遣返壓縮成本，釋放住宿嘅資源，對非法入境產生阻嚇作用，但今次臨時叫停被外界形容為政策可信性再受打擊。分析指出，咁如果法律戰持續咧，未來所有遣返包機咧就都可能面臨同樣風險啊！好，以上就係今日嘅英國生活快報。如果你覺得呢類英國即日新聞、生活資訊對你有用，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開啟通知。我哋每日用最短時間陪你了解英國正在發生嘅事。我係 Emily， 聽日英國生活快報再見。喺英國生活，每日都有好多事發生，邊啲先同你有關？新聞資訊太多，英國生活快報專為我哋香港人而設，每日精選英國重點資訊同天氣，廣東話配音，仲有粵語字幕。
由超市優惠、交通、新聞到政策變動，我哋幫你精挑細選。我係 Chloe，我係 Emily，每每日同你一日同你一齊掌齊掌握握英國英國大大小事，小事，一星期7日，每朝7點準時出片。訂閱英國生活快報，用廣東話開始你嘅英國一日。